上台是著名的三大王赵子龙。双方第一回合开始，泰拳对摔跤，在同一个综合格斗的规则之下，看看怎么样双方选手有什么样的发挥。非常冷静，铁血的话确实我觉得应该叫冷血。大家可以看一下红方选手的眼神，这种非常冷酷的眼神。果然黑方上来要抱摔，拿到了双腋下，但是并没有过于明显。哦，这个漂亮，抱成功，漂亮。现在红方马上进入尬的。对，你看这个红方的话，他就是一看就经过这方面的训练，被摔倒之后马上要把对手拉到自己的封闭防守里面，压着对手的头颈，不给他空间，不给他抬起头来的机会。对，因为这个时候如果抬起头来，尽管他在封闭防守里面，但是仍然可以进行 GMP。是的，一点问题没有。现在一条腿，一条膝盖，红方一条膝盖塞到了对方的肋下，他需要把对手蹬开，蹬他的胯，把他推开，要蹬开。这个位置也很危险。在纯粹的巴西柔术练习里面呢，是没有打击的威胁的，对，所以可以比较从容的转胯呀、蹬啊。但是在我们的规则下，一旦你控制不好，挨一拳就完蛋了。有击打之后会改变这个游戏规则。是。哦，漂亮！重拳连续3个重拳打在了黑方的脸上，黑方有一点点踉跄，所以马上抱住红方选手。双方现在在进行摔和抗摔的磨合。黑方的话，别克的话，他的目标很明确，我就要摔你。对，但是他现在有点过于明显，他这个暴露他的意图很明显。我觉得基本的方法应该是上面用拳法假装晃动一下。好，你看，或者是在对手重拳挥拳的时候，你下前去摔他。对，这已经是别克第4次试图下前抱摔，但是前面的3次都没有成功，被成功压制。对，而且他需要小心的红方的这个袭击。他这个距离啊还是很大的，空间太大了，发力的点刚好是袭击的最大形成。而且大家现在看这个红方的眼神仍然是特别冷酷，非常的冷静，对，非常的冷静。现在红方的手臂想要做一个夹劲，再次摔倒。他这个刚才是这个犯了一个错误，可以这样说，就是他这个在被顶住对方位置，你去夹劲是没有意义的。是的，你需要去抢对手腋下，把对手撑开、推开。对，我们就看一下别克的话，在这个 ground and pound 到底是威力如何啊？哎，不能打后脑。要打的话，一定要蹭到耳朵才可以。对，如果打后脑是犯规的啊。是的，一个手摁住对手，另外一个手做 GMP。对，刚才是有十字固的这个啊，现在有啊，现在其实也有啊。你看红方选手的手松弛的高高的抬起，对，黑方马上要步子十字固。别克是有这个意向的，但是他很明显看出来他的这个动作不是很熟，他对这没有信心，是不是很熟？对，因为你拿到这么好的一个高位齐正的位置，你是希望能终结对手的。对，但是他这个时候我觉得可以尝试，还有10秒钟，刚才已经敲了。我们也可以看到红方呢也没有太多经验。对，就是他在这种挨打的时候不会做出相应的。别克的话，应该他这个地面锤击，我觉得做的还不错。还好，我觉得单从地面锤击来2个人水平差不多。对，都是因为对手在地面上不太会移动。对，我们看这个曼多的这几拳呢，打的还是很准。对。所以在第一回合里面，2个人一人一轮的 GMP。对，要打地面，一个要打下路。是。现在红方的优势策略应该是控制对手，不让他下去抱摔。又来了，压住重心啊，这个位置是不对的，双腋下都在了。这个漂亮的一个反转，非常漂亮。应该把对手推开。对，我们现在又来到了围栏边，但现在这个对于黑方来讲呢不好发力。对，黑方会消耗非常大的体力。红方的一只手呢，连腋下袭击，还是黑方打了。黑方主动把红方放倒了。对，如果看了上一场比赛，你就知道这个半防守啊，夹着对方一条腿是。对，赵指导，请问这个手现在卡到脖子里面有没有危险？这个应该是没有的，而且他不仅没有伤害对方，而且让对方拿到齐胜位置。那么怎么样才能做到这个窒息的技术？这个你一定要绞对手的动脉，就是说你不管你的手臂的位置，手臂比较锐的地方，一定要切到对手的动脉。果然出来了，黑方出来了，所以这就很危险了。就是在刚才那个位置的话呢，他需要做的其实不是说去尝试断头台，而是将对手放回到封闭式防守。对，所以他这个位置就非常的被动了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红方的防守啊，这是完全错误的防守，两个手臂呢，对，肘也是打开的，肘都打开的，对，然后手臂又是松的，至少应该夹紧在自己的脸前面。对，那么这样的话，黑方就随便打了。
十字固其实有啊，是有的，随时都可以有。对，任何机会只要控制住一只手臂，把腿夹过去，就可能有了。这个位置要部署十字固很重要，就是对手在他上来推的一刹那，一定要控制对手的肘，然后呢旋转自己的身体，来到和对手成十字的位置，然后的话呢要用胯，用自己的这个胯顶着对手的肩，然后去攻击对手的肘关节。红方已经输了。对，刚才的比赛早就结束了，干净利索。你看，就是在这个位置，就是这个位置。对，这个位置，他的角度不好，他应该的话向对手的头部的转，他应该是向自己那个手臂向对手头部的方向转。躯干。对对对，一定要对对手的颈椎进行压迫。比赛结果，在第2回合1分48秒，黑方胜，TKO 获胜。The winner is under blue corner by the TKO。又是一场 TKO。